立法院的临时会当咧处理修宪的提案，今日就有青少年的团体伫咧立法院外口开记者会，希望讲修宪会当真正实现18岁公民权，和新世代会当参与民主政治。投票权，18岁投票权，这届就实现，这届就实现，修宪新时代，修宪新时代，青年一直在，青年一直在。大声发出心内诉求，18岁公民权推动联名号召10多位高中生，表达青少年对修宪议题关心。尤其2005年就提出的18岁公民权，更加是这次活动的重点。很多时候，青年们变得对自己的权利感到消极，还有不明白时，我们认为可以归咎在这个社会对于青年族群的不重视。过去争取公民权下修的前辈们，许多都已经过了这个年纪。所以现在，我们希望不论是哪个政党，不要再让青年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了。2017年底，公投年纪为20岁下修到18岁，有学生认为18岁公民权的实现，才会当真正落实新世代的民主政治参与。我们很关心公投的议题，但是我们不会去关心，我们这届选出怎么样的立法委员、怎么样的议员，乃至于怎么样的地方首长。那这就导致了，我们在关注这些公众事务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缺陷。那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。立法院目前正召开临时会讨论修宪提案，18岁公民权推动联名表示，即便是离修宪上晚的时刻，也呼吁各政党登去修宪委员会做伙理性讨论，赶紧庆贺少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